所以，过来看咱国内消息，这个在地人在地前要讲到满高丽菜，佫会当做公益。最近高丽菜大出，无人买，收无够成本，农又是救苦连天。尤其是森林上界严重，民进党森林管总部将水林乡一个高丽菜园甲包起来，甲包起来，互乡亲家己去买。2粒10块，一粒会使炸断去，一粒是要关乎水林乡各村的中青食堂。这毋但帮助这菜农，嘛会当做公益。一粒搁一粒大颗搁水的高丽菜小数采收，最近高丽菜产量收济，互计销大落。森林管是全国上大产地，农民受到影响更加严重。民进党森林管总部即天包水林乡稳地村的一块高丽菜田，互乡亲来体验买高丽菜。这高丽菜2粒是10块，一粒炸断去厝的，另外一粒是要关乎水林乡的中青食堂。阮地方党部咧就开始做一寡公益活动，咱的菜农吼拄到即马计销无好，阮就来办这个助咱的农民销这个高丽菜。农民讲，这块田超有3分地，厂商因为计销收价无想要来买，初步估计损失超过10万。袂好啊，无啥好。你种高丽菜种偌久啊？几年啊？透过这摆公益活动，唔但帮助农民到出销高丽菜，嘛甲中青食堂到加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